大家好，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我經常都會同唔同嘅校長或者招生主任去見面嘅，特別係10月份或者2月份嘅時候，都會有特別多嘅英國學校嘅代表或者校長嚟到香港。我其中一個最深印象嘅咧，就係嚟自 Marvin St James School 嘅 Dr. Gareth Lloyd 嘅。點解咧？因為佢除咗一個校長之外，佢亦都係個 doctor 啦。佢主要嘅研究的確係關於女仔教育方面嘅。同我有少少不謀而合，因為我當時喺劍橋大學讀碩士嘅時候，我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就係 Gender in Maths。所以每次同佢見面嘅時候，其實除咗傾學校申請啊、學生申請進度啊，我都會傾下學術方面嘅交流。咁多個校長當中，我對佢係比較深嘅印象，亦都比較多嘅交流。我最近就睇英國嘅一篇教育雜誌，我就見到有 Dr. Lloyd 嘅一篇文章，我想分享俾大家。個 topic 就係In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orld, what is the value of all girls' education? 我今集就想分享一下佢嘅一啲觀點。我想講一講就係究竟女校係點樣去幫助女學生喺學術啊、職業發展，甚至係一啲心理質素上面取得一啲成功呢？第一部分亦都係比較多家長會關注嘅就係學術方面啦。究竟女子學校或者純女校方面學術係咪真係有優勢嘅呢？從數據上嚟睇啱㗎，因為喺英國女學生嘅學業表現其實係比男學生更加好㗎。而呢種優勢咧喺單純嘅女子學校入邊會更加明顯嘅。根據英國教育部嘅 Key Stage 5嘅數據，喺 A Level 成績嘅方面，女子學校嘅學生嘅平均成績係 B 加，但係如果係男女校當中嗰啲女仔咧，通常只會攞 B 減係一個平均嘅成績。而喺 GCSE 方面 Attainment 8嘅標準嚟講，分數女校57.2，但如果係男女校嘅話咧就49.6嘅，咁所以你見到係有一個分別嘅。數學方面會比較有趣，因為一般嚟講男仔普遍嘅表現係比較強嘅，但係 Dr. Lloyd 引用咗 Marvin St James 呢間女校嘅例子，有49% 嘅女仔喺 GCSE 嘅考試入邊都會攞到 Grade 7 到 Grade 9嘅。我認為呢個係非常唔錯嘅成績，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呢啲數據就會顯示到其實女校喺傳統上面被認為一啲男生強項嘅數學或者科學領域咧，都可以幫助一啲女仔去突破瓶頸嘅。所以我以前教女校嘅時候，會覺得女仔喺單純女仔嘅學習環境入邊，佢哋會更加願意喺 A Level 揀數學或者科學㗎。compare with 我以前喺一啲男女校入邊教，喺課堂入邊好多男仔可能會好 competitive 啦，例如會中意比賽啦，經常舉手啦，要好快速啦個課堂。但係如果你喺單純喺女校入邊教咧，你會發覺個環境好唔一樣，整個環境會令到啲女仔更加願意去表達自己，唔需要搶住舉手，成個環境會比較 peaceful 嘅。我當時喺女校教嘅時候，第二部分想講一講嘅就係女校佢點樣去鼓勵 STEM 呢個學科咧？通常嚟講，女校選修 A Level 物理即係 physics 啦嘅比例係比男女校嘅女仔係多1倍嘅，足足係10.52% 去 VS 4.67% chemistry 另一科好普遍嘅學科。係高出85% 嘅，而 biology 咧係高出40% 嘅。across 呢3個 subject 你都會見到女仔喺 A Level 揀科學，如果你喺女校嘅機會率會大好多㗎。計算機科學方面亦都係近年係翻倍㗎，一倍咁上。但係男女校嘅話只係增加68% 嘅啫，因為 computer science 呢幾年都好 hit，所以都會增加得好多。但係女校就會係直頭一倍咁上。呢啲結果會顯示到就係，當呢啲學校唔再對啲科目進行一個好性別刻板嘅印象分類，呢個時候咧，女仔就可以更加去自由咁探索自己嘅興趣，從而喺一啲 STEM 嘅領域取得更加大嘅突破。第三部分就係講一講女校嘅獨特教學方式啦。除咗學術上面嘅優勢，喺教學方式點樣可以符合女孩子嘅學習習慣呢？其實係有一啲技巧嘅，例如女校會有更加多嘅合作同埋交流啦。研究顯示就係，當女仔喺學習嘅時候，會更加傾向喺合作同埋討論嘅，男仔就可能自己一個埋堆咁樣自己去做咁樣。所以女仔嘅學校咧，通常會設計更加多團隊合作嘅課程嘅。女校會顯示得比較多，幫助學生去建立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同埋表達能力。另一方面，減少一個性別嘅刻板印象。喺呢個環境入邊，女仔唔會因為覺得呢一樣嘢係男仔擅長嘅喎，我就放棄咗某一啲嘅學科，而係你可以放心去挑戰自己中意嘅領域，唔需要有任何嘅包袱，專注學習，減少一啲外界嘅干擾啦。如果喺女校嘅話，學生唔需要擔心喺異性面前呢啲形象問題，可以更加自在咁去表現自己啦，專心讀書，專心喺學業同埋課外活動。總結嚟講，就會令到女孩子可以喺一個冇性別偏見嘅環境之下，去更加勇敢嘗試同自由發展。第四部分，女校點樣去培養 leadership 領導力同埋一啲心理嘅韌性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女校一大特色嚟，通常都會好注重女性領導力方面嘅培養。女校入邊嘅學生會啦、學科代表啦、宿舍
者等等嘅領導職位都係由女仔去擔任嘅，咁會俾佢哋有充分嘅機會去發展決策能力啦，同埋領導能力。而且比較有趣嘅就係有啲學校啊，女校入邊喺師資同管理層方面，女性領導者嘅比例亦都會比較高嘅。咁樣個好處就係一個 role model，因為俾學生提供咗一個好積極嘅女性嘅榜樣。而喺另一方面 ，academic 研究亦都發現喺女校讀嘅學生喺心理嘅韌性 mental toughness 得分係比較高嘅，特別係喺情緒控制啦、自信心同埋人際交往能力方面，都會比男女校嘅女仔更為優秀。咁嚟到最後嘅總結啦，究竟邊啲學生其實適合讀女校呢？可以分為幾大類嘅。第一就係你會中意挑戰 academic 嘅，學術方面有追求嘅，想入頂尖大學 top uni 嘅，因為學術方面可能俾到你好好嘅環境去發揮你。第二就係 STEM 領域，就係包括數學啊、科學等等。但係你可能會有時喺男女嘅環境入邊，可能會俾你帶嚟一啲壓力。咁但係女校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啦。第三就係 leadership， 提升自信心、提升領導力，都會適合呢一類嘅女仔嘅。咁你哋又點睇呢？會唔會俾你自己嘅女讀女校呢？歡迎喺評論區或者留言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嘅話，俾個讚我，分享俾你朋友。記住訂閱我嘅頻道，最好撳一撳鐘仔。咁如果下次有新片嘅話，可以隨時通知你。咁我哋下次再講英國教育嘅其他主題，拜拜。